大家好，香港時間10:51，星期六嘅早上，收聽收睇緊嘅係 Action World 世界頻道同埋 Facebook 直播嘅。希望大家支持我哋世界嘅製作，透過 patreon.com/action 或者我哋嘅宗教節目捐贈平台 givesendgo.com/savehk Super Stickers、Super Thanks 等我哋有更加多嘅資源為香港走最遠嘅路。好啦，咁我咧依家就入咗嚟直播室先啦。咁就今日咧係其實係第二次嘗試直播嘅，因為咧頭先一開始咧就有啲技術性嘅問題，咁就我等緊我哋個台嘅榮譽法律顧問Joy Look 咧就係入嚟個直播室嘅，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入到嚟啦。咁今日個話題咧，好明顯咧，就係同黃之鋒有關係嘅。咁你見到嘅呢張相就係我哋早幾年之前啦，喺外國記者會咧影嘅。咁就呢個係2019年嘅社會事件之前，雨傘運動2014年之後啦，即係嗰段時間我哋影嘅相啦。咁啱啱大家知道咧，一日之前嘅最新嘅消息就係黃之鋒喺星期五香港時間嗰度咧，就再次喺監獄嗰度咧係被拘捕啦。咁個原因就係話係犯咗國安法。咁嗰個實際個情況就係咁啦。我要quote unquote 啦，我費事有任何嘅 deviation 啊。咁講犯咗啲咩彌天大罪咧，即係所謂嘅，其實就都好牽強啊！即係佢講緊係國安法之下嘅罪狀啊，所謂嘅，咁係呢個係串謀勾結外國或者係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大家知道，本來嘅佢咧就係2027年咧就已經可以搞掂噶啦。咁就好啦，我而家再入咗嚟啦。Hello， 你好啊 Joy。OK， 唔好意思。聽唔聽到啊 Joy？ 我聽到。Hello。係，我聽到，但係我唔知佢用緊邊個咪。聽唔聽到啊 Joy？ 我聽到啊。聽到。今日咧嘅技術性問題多得好緊要。咁聽到嘛，各位聽眾 OK 嘅就話俾我哋聽。你聽到我講嘅係嘛？OK 啊 OK 啦。咁頭先咧我哋咧就講過，本來咧我哋有個冇出樣嘅直播咧就出咗街，咁但係就冇聲，唔知點解。咁依家各位聽眾而家入咗嚟嘅係 O 唔 OK 啊？問下入咗嚟留緊言嘅朋友啦，咁佢哋都應該聽到噶啦。而家我就開咗咪1分鐘，頭先阿 Joy 我就話有樣嘢就係星期五朝頭早咧，佢就上咗下午提堂啊，就係話被控係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或者係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同埋指控佢同羅冠聰同埋其他身份不詳的人一同串謀請求制裁，即係講緊特區政府啦。咁原本就預計2027年1月咧就坐完㗎啦。咁依家再加多呢一個咁嘅指控咧，咁就好似係8月就真係上庭，係咪啊？阿 Joy？ 唔係8，因為呢單嘢咧就咁樣嘅。咁今朝睇新聞啦，就見到阿黃之鋒咧再次被捕。咁咧首先咧，佢今次呢單案件咧就唔係根據23條立法嘅罪行而被告嘅，係根據大陸人大頒布
部三讀通過嘅維護國家安全法，咁咧就嚟判佢罪。咁咧首先佢而家就坐緊監啦，咁所以咧佢係警監赤柱監獄裏邊拉佢嘅。咁而家咧就8月8號第一次就過堂喺西九龍裁判處，又係 before 蘇惠德啦，唔使諗。第二咧就係8月8號係 mention， 即係過堂提堂，再次提堂。因為第一次提堂咧就無需答辯，第二次提堂都無需答辯㗎啦。因為呢單嘢咧必然會轉介去高等法院審嘅，即係同黎智英一樣。你睇翻條控罪咧，其實幾似黎智英嗰條㗎，都係勾結外國勢力，企圖或者要求制裁，或者進行任何一啲與特區政府或中央人民政府一敵對嘅行為。至於關於洗黑錢嗰 part 咧，就係因為2020年之後咧，羅冠聰7月1號之前已經離開咗香港，咁佢就同羅冠聰等人咧，可能有一啲嘅銀行嘅交易啦，根據警察嗰邊所講嘅，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咧就係咁樣去話佢洗黑錢啦。咁洗黑錢就唔係好大罪嘅啫，你諗下，傑斯都唔係坐咗好耐。但係如果呢條罪行咧入咧，首先2027年仲有年半，即係好似1月出監嘛，跟住咧就都你諗下，黎生黎智英排咗幾耐期先去到 High Court 咧？3年。咁如果由今日起計，由第一次提堂直至到去到 High Court 受審，又要3年嘅話咧？咁即係2028年啦。咁2027年佢放監嘅時候，佢就叫變成一個還押犯，直至到2028年先至開審。開完審又唔知要等幾耐先判喎。咁因為黎智英嗰單案都開晒審啦，咁我幾時判咧又唔知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好惡毒啊！即係呢件事係一個好悲憤啊，令人。佢為咗避免黃之鋒佢係可以有啲刑期同期執行，而黃之鋒嘅影響力咧，其實老實講喺國際嚟講咧，可能仲有啲影響力，但喺2019年咧已經冇乜㗎，所以咧，但係佢仍然係中共針對嘅對象，所以你明唔明啊？佢唔係正式審啊，係8月再過堂就應該未轉介去高等法院之前都未可以 plead guilty。或者唔 plead guilty， 即係所以無需答辯啦，變咗即係唔需要講我認罪與否啦。咁呢樣嘢就一路咁拖落去啦。其實我覺得就係搞到佢冇得出嚟咯。即係本來2027年1月就大約嗰個時間就放監啦，即係你47人佢去初選嗰樣嘢。咁我覺得有少少似班禪喇嘛講緊佢6、7歲開始咧就唔見咗啦嚇，大陸捉咗佢啦。咁啊到依家30幾歲都30年啦，即唔知生定死添啊！咁就應該冇大陸咁恐怖嘅，大陸就個人唔知有冇人間蒸發咁，但係就總之你冇得出嚟咯，即係玩到好盡啊！咁當然阿之鋒屋企依家都唔係喺香港噶啦，即係已經離開咗啦啊！咁即係我只可以講話咁樣搞法，即係呢個所謂嘅一國兩制，真係冇乜人信啊！同埋即係你講緊乜都搞得，原來個國安法坐完可以繼續坐落去喎。其實佢只要喺佢討厭嗰啲人之後咧，突然間臨尾嗰個月先拉你國安法，咁你就繼續坐落去噶啦。因為當初得知佢認罪啊嘛，咁判4年08個月嘅時候咧，好多藍絲都認為搞錯啊，咁短，所以佢哋當時已經係不滿，即係呢一個叫做高等法院，當時係呢單47人係高等法院審嘅。咁雖然個地點喺西九龍法院，但係佢係 High Court case 嚟嘅。咁所以咧，咁而家就係嗰
嗰個人係咪叫周齊啊？即係你講代替咗新嚟代替鄉村鄭雁雄嗰位人士叫周齊係嘛？太喜歡戰國時代有周啊，有周齊嘅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好惡毒嘅。即係如果你為咗搞一個人而令到專登整個法制，我想問，好奇怪呢單案件其實係講緊2020年7月至2020年11月發生嘅事情。呢段時間佢今7月，今年嘅6月，佢今5年啦。5年，咁你查咗5年咯喎，跟住警察過堂之後要求押後到8月8號再次提堂，以便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係咪好 interesting 啊？即係好離譜啊！你調查咗5年，你應該有夠料，你咪 charge 佢，跟住仲要押多3個月，仲要作進一步調查。我唔明有咩好調查？個人已經喺監獄，你乜嘢都嗰陣時第一次國安法，你乜嘢都守晒佢啦，佢又出唔到嚟嘅。咁點解要咁樣做咧？就係擺明係玩咯。即係我覺得係完全唔合乎法治嘅，同埋。頭先H， 我哋之前錄音都有講嗰件事。佢啱啱喺4月尾咪改過改咗一條叫做香港法例第 A5 章，我都未見過咁樣嘅。係，即係呢個係23條。係啦，呢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嗱，一聽到條例就知道本地嘢啦。條例。根據呢條嘅條例就更改咗《維護國家安全法》第55條，再之前再加嘅實施細則。咁呢度咧就可以 allow 佢唔係佢話佢冇擴大權力，其實係假嘅。佢係可以隨時 allow 將一啲人送終，唔可以報導，家人都唔可以講。然之後咧到你見到佢之後咧，可能已經喺大陸，你知大陸最興啲法庭咧，咪嗰個犯着住件橙色衫，跟住隔離有2個獄卒疑似，咁啊企喺側邊噶嘛。咁啊前面就係審判長啊，嗰啲唔係法官，審判長嚇。咁其實你都唔知會唔會咁樣對付黃之鋒嘅喎？喂，咁佢對付得黃之鋒，又點解唔可以咁樣？當阿戴耀廷就嚟出嚟嗰陣時，佢又用翻同樣嘅事情咧。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咧，刑事罪行一般嚟計，咁樣講啦，香港同外國加拿大一樣，有一條叫 limitation ordinance 嘅，即係叫時效條例。或者你根據某部分係啦，時效條例裏邊咧就有一個追溯期嘅，最多即係幾多年之內你要 take action 啦。otherwise 6年啦 ，contract 6年啦。如果個人傷亡3年啦，你過咗就冇得噶咯。但係刑事咧就冇得追溯嘅，即係話可以，即係意思係任你追溯到幾耐都得。假設曾志偉嘅阿爸仲在生，翻嚟香港應該都會俾人拉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做嘅方式咧，係完全係玩一個法律遊戲，而將呢個法律遊戲玩爛。你仲話整嗰個咩聯埋嗰啲流羅國家，整埋嗰啲國際調解院啊，嗰啲地方你真係唔識嘅喎。有仲裁 centre 啊嘛，仲裁啊，係 mediation 啊。嗱 mediation 咧就係講一個調解員就一齊同埋2個地方嘅2個人一齊傾啦。傾完之後咧，個調解員就會逐邊傾啊。咁樣啊，你要求50萬啊。咁啊唔係喎，佢話最多俾30萬你啫喎。咁傾啊，傾完之後咧就嘗試調解。仲裁就唔係嘅，好似法官咁樣咧就兩邊有交文件，咁就最尾就法官好似開個
嗰個仲裁人好似開個 hearing 咁樣啦，最尾就判啦。喂，但係你而家咁樣，你有咩 prestigious？我想問，馬來西亞都唔加入，新加坡又唔加入，連邪惡軸心中共嗱，中國自己唔知有加入啦，北韓冇加入喎，伊朗冇加入喎，俄羅斯冇加入喎，全部都係巴貝啊、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跟住仲要嗰啲即係咩赤道巴新幾內亞，喂，嗰啲咁嘅地方你真係唔識㗎喎，即係你覺得你係一個國際地方，你係冇一個文明嘅地方有，即係歐洲佢成日講緊歐洲有㗎，唔係白俄羅斯咯，即係吉爾吉斯嗰類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咁樣嘅法治點樣令人信服啊？我想問，仲有幾危險㗎？我想講假設有法治啊，Adrian，你諗下，根據國安法咧嘅實施細則，佢話如果嗰個人被判無罪，喺高等法院又好，區域法院又好，律政司不服，係可以要求繼續還押你嘅喎。即係話，假設黎智英被判無罪釋放，但佢唔可以釋放，因為只要律政司一舉手反對，咁我會上訴，咁佢就會繼續還押，直至到高呼成個終審法院程序。78歲嘅黎智英最近冇咁多命啊，係黃之鋒係後生，你未必用咁樣嘅方法玩佢，咁但係好不人道呢個係。好不人道，但係我可能記錯，但係咧我記憶中咧，律政處係冇就47人案嘅人嘅刑期咧係作出上訴嘅，應該冇。只有嗰啲47人案某部分人就佢嘅刑期上訴，而律政處係就一個人劉偉聰，因為佢脫罪而提出上訴啫。即係話律政處嘅刑期佢唔就刑期上訴，但係佢玩第二樣嘢就係呢一個好 tricky 嘅 legal 嘅一個活動行徑，就係喺人哋就嚟出監之前告佢另一條罪，而呢條罪係保證你出唔到監獄嘅。點解咧？因為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43條，好似佢話咧，佢保釋嘅門檻係要認為法官認為你出咗去之後係唔會繼續做一啲事情而危害國家安全嘅，法官要信納嘅。而呢一個信納係非要佢要信你唔做喎，所以你要有好 convincing 嘅原因，令到個法官相信你唔會繼續。其實呢度已經係好埋孔嘅，嗰人即係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咁你又話佢唔會繼續，咁所以咧，黃之鋒即使2027年放佢申請保釋，因為等候呢一單國安法，咁其實都係唔會嘅。咁你對於一個後生仔，當年2012年，即係講緊幾多年？13年前，係啊，佢15歲，係咪？而家28歲啊嘛，即係咁樣玩一個後生仔，我唔知啊。即係嗱，我唔識財經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認為咁樣嘅法治制度而係有公允嘅一啲財經界嘅朋友，你講啦，即係你解釋到㗎。即係一去到一啲譬如話經濟嘅嘢，其實你一大陸已經係即係贏硬㗎喎。即係你記唔記得？好快講一講啦，順便農夫山泉呢單 case 啊，即係呢一個消委會咧話佢啲嘢咧係有問題嘅。跟住最尾農夫山泉寫律師信揾人上去消委會，
最尾第二日消委會即刻跪低話，哦，因為佢又唔係屬於蒸餾水，又唔係屬於礦泉水，所以我哋用咗個 test，即係話變咗咧，中國佢係 dominate 晒成個嘅任何我哋香港以前嘅正確嘅監察體系，包括法庭。咁其實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你作為一間幾大嘅公司都好，李嘉誠001係嘛？喂，其實佢都係一樣受到呢個影響。我覺得成個唔係黃之鋒一個人嘅問題，黃之鋒當然係慘啦，but係成個法治制度，即係我哋喺加拿大讀法律，其實我讀緊嗰啲嘢好似曾相識，但係好陌生，因為嗰啲嘢不再喺香港出現。只會喺以前嘅香港出現，所以我唔知你睇完呢單新聞啊，或者你對即係呢啲事情有咩特別嘅 comment 咧？因為我講得太多啦。因為我之鋒佢，我2012年認識佢啦，即係講緊佔中之前2年，咁到依家講緊係13年啦，識咗佢係咪？咁一路都有聯絡啦，當然咁。即係亦都阿 Roger， 即係佢爸爸，亦都認識啦嚇。咁嗰陣時，我選山頂嘅補選，即係2017年啦。咁佢啊，周永康啊、岑敖暉啊，佢都有嚟幫手。咁因為係選唔到噶嘛，山頂係一個建制嘅地盤。咁佢哋都好落力幫手啦。咁亦都即係講緊2014年佔中嗰陣時。即係佔中就阿戴教授搞啦，咁佢哋學民思潮同埋學聯，即係我哋成日都開會嘅。咁即係我印象中嘅黃之鋒其實係一個好謙卑嘅後生仔，即係佢越喺嗰個社會運動內啦，咁佢謙卑，真嘅。有啲人係可能冇佢咁。點講啊 humble 添，因為佢自己本身佢又有信仰啦。咁嗱呢一個我知嘅，因為我有一路有留意佢啲嘢。咁佢話坐完監之後咧，佢想去外國揸巴士，佢有咁講過啊。即係同一啲熟嘅朋友講，我就唔方便去直接問佢啦，因為佢坐緊監嘅時候，咁佢就講話佢想揸巴士即係有個自由啊！我唔知佢有冇車牌，但係佢就講呢樣嘢。咁佢同即係或者都揾翻啲相啦，睇下嗱呢個睇下揾到先啊！有個係同阿 Martin 啊，我費事擺上去啦。因為 Martin 又係講緊李柱銘，又係依家收咗本護照噶嘛。Martin 都係唔出得香港境嘅，好似。唔係 Martin 我就比較熟悉啲。Martin 咧就冇收，佢冇犯國安法嘅，佢係犯818定係831，我唔記得咗。是哪一個？呢個叫集會啊，非法集結啊。咁所以咧就係犯嗰單嘢啫，就緩刑2年，唔使坐監。但係佢冇俾人拉過國安法。但係冇意思嘅，拉翻你國安法，佢唔俾你走就唔俾你走噶啦嘛。所以而家 Martin 都一來年紀大啦，85歲啦，係嘛？咁佢唔出聲啦。咁其實已經大家都好失望。但係我覺得黃之鋒一個折磨到一個後生仔咁樣。頭先我先講起6月6號係一個大日子嚟嘅喎，13年前係嘛？你記唔記得？你講2012係嘛？係啊，2012年6月6號啊。係。你講下啦。李旺陽啊，被自殺啊！即係其實佢6月2號接受完呢一個有線中國組訪問之後啦，4日佢就被自殺啦。而佢話佢唔會死，佢唔會放棄，但係佢已經坐咗22年監喎，當時。係唔係講笑。但係佢寧願冚頭埋牆，佢都唔會自殺，即係佢都唔會回頭，即係覺得自己做錯。咁
一個咁堅毅嘅人，令到佢被自殺，幾堅毅嘅人，即係老實講句，如果係我係黃之鋒，我真係會放棄嘅。即係其實你見黃之鋒，佢好似好堅，但係去到某個程度，你係要同魔鬼交換啊！佢唔想嘅。例如點解咧？47人案佢認罪㗎，係啊，大教授都係認罪㗎。係，例如邊啲唔認？立場姐姐咪唔認罪咯。所以佢要坐7年咯。咁咪坐7年咯。咁我有啲篤灰嘅人士都唔坐得唔少過咩㗎？區諾軒啦，同埋另外一位我都趙家賢，相當認識嘅趙家賢啦，都係坐7年㗎。其實你唔好以為你篤灰好好啊，即係佢要搞到成個社會進入一個恐慌嘅狀態。H 你記唔記得我哋19年，其實我哋 ask for 一樣好簡單嘅嘢啫，喺6月9號，我哋要有免於恐懼嘅自由。但係現在咁嘅狀態，點樣有免於恐懼嘅自由咧？我同你可能係，我前日仲喺中領館出邊，我叫佢影，我梗係大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唔喺香港嘛。咁如果我喺香港，我敢唔敢啊？我真係唔敢㗎。咁佢可以去你屋企捉咗你都得嘅。咁佢要揾你住喺邊都好容易。佢一定知。咁佢亦都可以搞我屋企人。即係講真，我同你最驚嘅就係搞屋企人啫。即係禍不及妻兒，即係所謂。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咁嘅狀態下咧，我覺得即係佢如果整一個叫做 consecutive 嘅一啲嘅sentence 咧，即係坐完呢個仲要坐嗰個，跟住佢唔中意邊啲人，你咪自己加條罪落去啫嘛。即係黎智英起碼判10年，即係嗱好簡單，有個叫做 tariff 嘅，即係 sentencing tariff 你睇到嘅。戴耀廷判15年㗎，其實，但係佢認罪啊嘛，扣減1/3，所以判10年。如果用呢個 basis 嚟計咧，黃之鋒假設唔認罪咧，就要喺2027年之上加15年㗎咯。如果認罪都要加10年，咁即係2037年。差唔多40歲啦。40歲喎。即係我想講殺人犯咧，歐陽炳強咧，嗰啲都係坐20幾年嘅啫。即係咪真係咁危險啊？日日國安，你今日有冇睇新聞啊？李家超話國安咧非常之嚴峻，而家先至係開始啫，要增強呢個情報網，同埋咧就係培訓更多國安嘅人才，希望保護國家安全同埋香港嘅安全。咁佢真係有飯食咯，即係佢哋講啲咁嘅呢啲咁嘅理論啊，即係保住自己個飯碗，即係呢啲都唔知係咪形容佢係人。阿 Joy，我唔識形容啊，即係不過最後啦，即係我見到呢啲咁嘅新聞，我都即係大家都心裏邊一沉，亦都覺得好興啦。我哋同班同學有啲以前做大狀，成日上法庭嘅，佢都覺得係好離譜啦。你都知道係咪？我哋今日先係咯，傾過。咁我想問你啦，阿 H，嗱，你又讀咗1年法律啦，即係你覺得即係而家據你對初步嘅基本上法律嘅認知，你覺得即係咁樣嘅做法合唔合乎一個法治嘅精神咧？即係嗱，老實講，今年啦，即係我哋喺多倫多法學院啦，同一班好多喺外國，佢係做緊律師、大律師，佢都係嚟到一個自由嘅地方，諗住考牌啦，再喺加拿大嗰度再做翻你哋嗰行啦。我就唔係嘅，即係我唔係你哋嗰個 stream。不過
有幸地咧，即係我哋都有幾科一齊上啦嚇，法政學啊，其他嘅嘢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當一個地方如果佢用極權，即係香港而家變到極權啦，咁樣去即係你仲信唔信嗰個係有 rule of law 咧？即係其實我有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咁如果唔係，我哋嗰班都有成十幾個係有牌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啊嘛，點解都要離開？咁同埋你諗下，今年個救生艇去到講緊2026年8月30號就完啦個 streaming。我相信今年咧亦都會可能係最後一 batch 嘅香港律師、大律師會過嚟。我唔知有幾多人。咁即係話咧，嗰個法治嗰個信心係真係好低。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我哋唔係為咗驚與唔驚啊！即係阿 Joy，我同你都喺個節目講話，即係如果香港係有一啲可 indicate 係話有啲好嘅轉變咧，其實係應該2026年我哋返香港去做世界香港論壇。咁當然咧要做定好多身後事嚇，因為嗰個轉變你唔知。咁我尋日咧先同阿周鋒鎖係佢哋。我識佢，我琴日執法啦嚇，即係講緊6·4。係我同佢做一個直播，咁尋日佢先話俾我聽，2019年嘅時候咧，佢想入去香港去聲援啦，6月尾啊，即係聲援7·1遊行。佢就係喺個機場嗰度咧，佢唔俾佢入境，跟住盤問咗好多，又搏佢啊，即係用武力去對付。你估唔到㗎，嗰陣時係。即係呢個周鋒所話翻俾我哋聽，即係香港已經係2019年已經係變咗。咁依家你再加埋阿超呢啲講到話，哇！依家哇好國安好嚴峻啊！即係呢啲為咗食飯嘅人咧，即係我係好睇唔起佢哋，我只可以講。其實絕對即係冇辦法認同埋佢哋所講嘅説話。我嗰日聽到有人形容香港而家嘅情況叫做 authoritarian region， 我唔覺得係喎，我覺得係一個 tyranny 嚟嘅喎。其實即係話佢唔係一個威權嘅政府，威權政府即係邊啲咧？即係可能係新加坡啊嗰類啦。咁但係佢而家似乎係一個暴政嘅政府喎，即係其實俄羅斯反而好啲喎。你記唔記得呢個納瓦爾尼佢個反對嗰個領袖，佢死？佢可以 allow 啲人去個喪禮啦，去紀念佢啦，咁樣部分人，即係佢都假假地都有話扮選佢，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就係你而家去玩弄成個法治嘅系統，而所有法官係冇人啦，係即係能夠企出嚟講一句正常嘅説話嘅。沈小文又走埋，即係其實我覺得真係以前識嗰啲正常嘅法官都變得不正常。可以講啦，以前蘇慧德係正常嘅，以前連錦鴻都係正常。曾經啦，係啦，即係因為以前我睇佢判案啦，或者 before 佢啦，咁所以我知道嗰啲人係正常嘅，但係陳廣池啊不嬲都唔正常噶啦。咁但係事實上你而家咁樣做咧，我哋反而擔心其他嗰啲人，其實你放咗佢已經冇影響力㗎啦。你冇影響力嘅人，你都唔俾佢走。你仲有最後講，我真係最後啦。我想講大陸反而好啲喎。阿 Edwin，我可以話俾你知，點解大陸好啲咧？佢有保外就醫嘛。香港冇呢家嘢噶嘛，香港有醫療，咁即係話佢不能光明正大用保外就醫，除非佢特赦你，咁啊保外就醫，我係應該係特赦，即係講咗好耐啦。我同阿劉夢熊，咁但係唔肯特赦到啦，即係呢個真係好難。如果我假設啦 ，touch wood，黎智英同埋黃之鋒被送返呢個大陸受審，然之後大陸受刑嘅話咧，其實佢可以真係做人質，保外就醫咧，即係
跟住就直接送佢去美國咧，就解決咗成件事。但係基於香港嘅制度係冇保外就醫嘅，除非你臨死啦。嗱，如果你記得呢個跛豪啦嚇，臨死之前2個禮拜咧放咗出嚟嘅，因為佢癌症末期啦。等死，即係我覺得所有人要令到所有人等死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唔合理嘅。所以我今日希望呢度咧衷心祝福黃之鋒，佢仲堅強，佢臨尾離開法庭都同人揮手，希望佢捱得住，頂得住啦。係，即係我覺得佢有宗教信仰啦，佢係基督教啦。咁我只係講去到呢啲位，即係唯一可以依靠嘅就係同造物主嘅關係。呢個黎生，尤其是戴教授，尤其是咁之鋒，即係呢啲係夏寶龍佢講到重點，佢話就係要打壓嗰3個，即係夏寶龍未落台噶嘛，佢仲喺度噶嘛，係走佢下邊嗰隻叫鄭雁雄啫嘛。你講緊黃之鋒、戴耀廷同埋黎生，即係3個係佢話重點要去搞嘅。咁我都真係希望天火焚城啦，即係呢句嘢就係真係希望鄒幸彤應該都應該有份噶啦。即係我覺得事就係，即係如果可以即係圍住國安公署行7個圈，好似舊約咁樣啦，然之後佢個城會冧啦，即係佢個國安處會冧啦，我覺得即係值得做。但係即係大家即係唔好覺得香港會復常咯。如果你繼續咁樣，我哋只能夠扮港豬翻去大陸，咪照翻去大陸，即係吃喝玩樂咯。但係如果你我盲，我都知道啲鋪頭閂門啦。你李家超、由治入興，周通街都係吉鋪嘅。即係H，你可唔可以下次揾人再碌下街啊？即係睇下銅鑼灣搭電車影一影，究竟有幾多間鋪頭係閂門嘅？我相信超過一半。即係蘭桂坊8成啊，8成係閂咗門啊，8成即係我舊時我 office 嗰度啊，成個蘭桂坊得幾粒街。我聽人講話蘭桂坊啦，好似我哋打邊爐而家嗰啲麻辣火鍋，咁所以即係變咗咧，成個香港嘅貴格嘢 cheap 晒，成個仲要做成日強調自己超級聯繫人啦，國際經貿商業中心。即係唔好懷緬過去啦。如果你將個法治整翻好佢咧，我覺得係有意思啲。你整咩調解院啊？而家國際仲裁總部都唔落戶香港啦，因為你鄭若驊俾人制裁咗啦，咁唔通仲揾你做仲裁員啊？唔係啩？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繼續做多啲嘢啦。不過我知道 H 咧就係支持一國兩制嘅，而本人咧並不支持嘅。咁所以咧就有咩事咧就怪我，唔好怪佢啦。即係我哋喺外國希望能夠做多啲嘢啦，但係即係我都預咗咁樣做嘢法咧，就會俾人話我係勾結外國勢力嘅。咁所以不過其實我又唔係好明嘅，因為H 你係加拿大籍噶嘛。咁如果你要求加拿大政府做一啲嘢，咁我唔明點解你叫勾結外國勢力咯？因為你緊要咯，我諗住出年咪去搞個 franchise show 咯，即係世界香港論壇都可以搞個 franchise show 咯。佢哋咁中意走資係嘛？大陸人即係變到香港人，咁啊走資過嚟加拿大咯，係嘛？即係咁咪你拉咗阿 Joy Luke 同我都冇咩好處啊！我介紹啲 franchise 俾你去投資啫，係嘛？或者拉咗我冇乜所謂啊！佢用到好多 resources 去 take care 我啫。不過即係我諗我哋兩個都唔係怕坐監，亦都唔係怕死，只不過我覺得有一日一息尚存，仲喺人世，喺一個自由嘅國度，就要為呢啲冇自由嘅人咧去
發聲做一啲嘢，唔係話就咁講啊，去做一啲嘢。所以我會去做，即係我會嘗試去，即係去我認識嗰啲 MP 啦，即係議員做多啲嘢啦。咁按照呢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法咧，大陸立嗰條咧就應該犯法嘅。不過 anyway 都唔 care 啦。咁我哋即係希望阿之鋒，祝福阿之鋒去早日可以出翻嚟啦。我希望佢可以有自由，起碼佢個心靈度，我相信佢係有自由嘅。依家嚇，即係無論幾差都好啦。咁都係嗰句啦，係我希望嘅嘢就係上邊照住阿 Joshua 啊，即係呢個真係個消息係好殘忍。咁但係起碼24小時裏邊咧，全世界即係關注人權嘅媒體咧，係報導咗呢件事出嚟。咁呢個係好緊要，即係我哋仲係知道呢樣嘢。咁跟住有啲咩後續嘅嘢，有好多嘢會發生嘅。咁我都要講一講啦。嚟緊嘅下個禮拜二，即係6月10號咧，我同埋呢一個CFHK Committee of Freedom for Hong Kong 嘅策略顧問咧，阿 Shannon，咁佢會喺華盛頓嚟到多倫多，咁我哋會有一個嘅研討會係晏晝嘅。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去救香港啊，你可以 email 我@ckchin@gmail.com， 咁我哋會喺多倫多會有個小組會咁就 email 我，就下個禮拜二見。咁亦都今日好多謝本台嘅榮譽法律顧問阿同我今日咧就用咗一個沉重嘅心情啦去講呢件事即係本來我哋諗住係咪應該媽媽聲去做，咁但係即係啲怒火燃燒當在心中。因為我想俾小朋友咧都知道法治嘅情況。雖則咧，我個人咧係比較粗鄙啲啦，因為接觸得多啲即係被捕人士啦，同埋當年實在太嬲啦，所以搞到我自己都有陣時都好唔斯文啦，會講下粗口咁。但係今日講啲咁 serious 嘅嘢咧，我係已經盡量忍住自己嘅。如果唔係咧，我嘅怒火會我嘅怒火同仇恨會遮蓋我嘅理智。希望大家唔好俾怒火仇恨遮蓋你嘅理智，我哋仲能夠做好多嘢嘅。係啊，繼續為公義發聲。好，多謝晒。